興歡喜。咁回想起咧，星期五晚啦，係受苦節晚會，係紀念基督受難。唔知你仲記唔記得罪惡嘅鋼琴、風琴二重奏？因為可能我係一個音樂人，我隻耳仔咧好俾嗰啲好不協調嘅和弦咧去吸引住。喺彩排到正式獻奏，我聽咗2次。嗰幾下不協調嘅和弦，就好似帶返我去基督受難嗰晚，一下一下嗰啲釘落主嗰度，又好似一滴一滴血滴落地下。當晚咧獻唱啦，我哋由主手受創，跟住我哋問自己：基督受難被賣嘅時候，我哋喺邊度？我哋再仰望十架為冠冕，靠住寶血俾神更新。陸姑娘嘅講道帶領翻我哋去睇嗰個認罪犯人，佢得着基督嘅應許，就係可以與主同在樂園裏。原來受苦唔係一個句號，成了係一個轉折。基督係由受苦而死，去到第3日復活，成件事唔係歷史咁簡單，因為寶血為罪人而灑，呢件事就同我哋每一個人有關。基督受苦，我哋唔在場；基督復活嘅時候，我哋亦都唔係嗰啲婦女，但係我哋俾神揾翻嗰一刻開始，寶血就叫我哋同呢一切有關。願意我哋今日喺復活節嘅早上，我哋再次去記得，我哋係靠住基督嘅寶血，讓到我哋嘅生命被神更新。如何能除掉我罪？靠我救主基督寶血。如何能重造生命？靠我救主基督寶血。主被於十架上灑寶血，全然為我。今使我像雪白，靠我救主基督寶血。如何能重和安穩？靠我救主基督寶血。祈求完全被潔淨，靠我救主基督寶血。主
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